你明明知影，阮袂当无你，也是要心做离去。热恋的事，点点滴滴，变心的事，无讲你，叫我要安怎也会离。演去啊演去，参酒甲啉落去。希望最后将你放袂记。真正无简单呢，因为你的年岁，你已经70几岁，有法度安尼唱这么有曲势的歌曲，而且你是为头到尾迄个曲势、迄个感情、迄个曲势拢为你迄个肢体语言哦，你迄个迄实在是，互我足感动的，真感动的，就是讲你到这个年龄啊。迄个家己要遐准，谢谢老师。嘿，家己遐准啊！迄个感情啦、长音啦、准音啦，拢是遐尔有感情，遐尔圆满的一首歌，真完整。我感觉这是足无简单的。今仔日2首歌拢非常的精彩，咱的坤宏大兄吼，伫你的歌声内底吼，听到足侪故事嘛，足侪你的个性。吼，啊个拄好唱着即只歌叫做《买醉》吼，迄个开口真正是足好诶，啊听了感觉咱讲演技，就是听了有够演技，表现了真好。